同基本落了地方的迄米农啊吼，基本啦有名的人啊吼，唐人讲吼懂后生，之前啊请的全部生来前辈啊吼，岁数较大，基本的病啊较后生哦，懂缘道，都带迄马扫，夹，人来捡去钱遐，来。你看到吗？落到了地方，看到油脂杂的是滴落到了米农的。开机。歹势哦，阿忠啦吼，阿伯你好。你好。来，唐人讲吼，你啊铁缝啊吼，有一只客家人啊，懂有名，有懂后生，懂过冲果，然后又懂过主持，然后懂过读戏。硕士你后生人嘛？硕士啊。你硕士嘛？那硕士。记迄嘛啥？通爱顺诶。娘顺诶，很厉害。娘顺诶，迄嘛啥？有登真年都有名，同咩冲果？许仁杰。是你啊！弘毅，然后讲来主持客家天使的研究啊，吼，天拜拄到去，真紧，真实来真。不然他缘道，真紧是同后生又懂缘道嘅客家新秀呢。今比客家人有名堂嘅主角，就是参加歌唱比赛出来嘅戏影片。除了音乐歌手嘅成分，都在当年嘅佢喊做电视剧、天阳，还主持过外景节目。为做戏又为唱歌嘅韩腔嘅后生人，讲起客家一个嘅小众啊，要注意咯。我一直都感觉，哎呀，小钟哥客家一个做得怪好啊！因为我朋友都会跟我讲，我觉得你才客家一哥，我讲没有，大拜我回答我讲没有，我知道小钟哥做得很好。我的回答。一直都是这样子。阿伯几多岁？77嘞。77了，可能差不多50岁。真嘅冇乱讲法。你喺嘛啥？我醫喎。你喺乜嘅地方？客家文物館。客家文物館。有關於客家嘅東西都你不會讀嘅啊？有啊。我愛用你。逛一逛，看到真啊，可以老的呀。那以後會介紹人哦。真嘅咯。拜啲啊，志工啊。真嘅。戲影劇嘅家婆係米農客家人，自細聽聽家婆，接就轉落幕嘅佢，做嚟講係米農嘅專家。今比佢打算做一年投入，嚟小眾好好搞一陣。祠堂聽說同下聽說會待一夜啦。因为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而且它那个文化的那个对那个余韵也很浓厚，所以我希望说带他去那个同下老昆拉森啊，其他就油纸伞的一些店啊，其他的我就觉得就是吃了。你阿媽要後生，原來你教你你硕士嘛？我妹妹啊，表妹啊，哎，舅。哦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舅舅本来不会走路，看到摄影师会走路。一大帮 Q 阿 Q， 来，怎么受伤了？啊，他打垒球嘛。是啊，哦，要保重哦。好累。你对许仁杰 C10有印象吗？他小时候很乖啊，就是很乖，都會伊嘢奉人啊，你不會敲東西，係啊，伊整理好嘅東西，佢去底下敲啊，按你看啊，伊鼓落就會啃。鄉下教會其實就大部分係我的小舅舅帶我去到處亂跑啊，鄰居是有，但是完全都冇熟識哦，幾奇怪哦。但是冇熟識喊做的鄉下教。就是有玩什麼東西啊，那些小東西啊，都是大家都可以在一起啊。比如說小時候會一起放鞭炮啊，幹嘛的。戲影劇安排嘅米農之旅第一站就係客家文物館。第一人愛來拜訪，貴家族都出動來支持佢，真件係很感動呢。阿寶，該你去寫時間，你對佢啱相很有買。有孝順嘛？有很貴安尼嘅體貼，啊貴大心，啊貴有效。因為拿懂多錢冇婆哦。平常是會講你這個捶背嘛，讓你買東西嘛。買東西是會啦，啊捶背也會啦。捶背嘛會哦。就挺爽挺好啊！你失寵啊，等下去啊，買啲東西要等下去啊。我愛去幾類啊，面農也是愛台灣。
啊，爱去旅游也要台湾，反正细细都爱2年唔会离开佢错。啊，所以同埋聪明从，所以聪明。真嘅哦，感情暗吼。过去要朋友啊咧。哦，阿婆古寿，你呀孙女，你对你是算最好的吗？系啊。哦，做的偏心啦。还要说一下，因为cái哈位吼是爱嘅家庭只有1年。哦。也都唔前出生。佢算长孙咯。对。哦，古寿难怪长孙一定。这个吼爱身体力壮啊，唔是空势嘅爱出身体轻活。所以现在爱清楚台湾咧。啊，路卡枪已经路卡呀，我爱清楚台湾。哦。系啊。真嘅哦。妈妈那时候她从小一直赚钱嘛，然后一直到我长大，她还是继续在外面辛苦的赚钱。那几乎都是我阿妈同我种朋友啊咧，同我熟态咧。那所以我同阿妈嘅感情就嗰种朋友啊咧。你还记得有一摆哦，我会同伊哈起啊，我就跟他吵起来，因为我就跟他说，那个炮只能这样子跳着吃。然后你就跟我磨，其实可以一格这样一格一格这样走，啊，我就为了这个事情，然后我就说咩按你就吵死嘞，就跟用聲音嚟咧，啊，而就冇行嘅，唔同人行去嘅，就這位。當真係當地人寫嘅兩字阿婆，啲大家講笑笑過後，而婆帶定小組來到嘅展覽館，佢講愛認識美濃啊，對亞大未開始就錯嘅。一落門看到嘅就係見視聽，鬼美濃做成遊戲者，用來提倡文風，養成見識獅子嘅文化。咪因為呢，美濃地區出嚟當道嘅見識經驗，對亞大備小眾還看到嘅熟悉嘅客家景點。你看到了東西啊，是客家最有名嘅火鳳，好冇？係個火鳳，火鳳就太大種啊，黑嘅地方，係啦，很多火鳳。錯。啊，我闽南會講究吼，有天圓地方之說。你看還會有花胎，花胎好像凸起來比較高，後面有一個靠山，基本上發展會比較順利。啊，前面會有半月池，當然啦，有家庭過後，過發來後，它有發圖有，松一半買一個雷洪大哥給阿布卡。就有半月池，而且半月池它的功用很多，它平常里面可以养鱼，你可以吃到客人来就可以抓里面的鱼请客人吃，而且万一里面发生火灾，你有发现没有？哎，真给它加蓄湿都有水溶，哎，聪毛，也有储水的功用，又有储水功用，依照一座关啊，天圆地方啊，这个圆圆的嘛哈，比较圆满啊。啊，我的西家啊吼，所谓左青龙右白虎，青龙就带来财，啊白虎一片就守财。一般的鱼哈，白虎嗰片要不长，你要守住财。财，这是有代过，真是的。你做落货的时间，有代过，冬暖夏凉。哦，真是的。而且我住在谷仓里面。好，冬天边，高尔看一下呀，这位。起火筒，你知道为什么糖要写在中间吗？有的是写在旁边，写在中间，它是表示说他更看重这个，是不是？有传说啦，同樣地方傳說唔對啊，唔對啊，睇快啊，我哋同閩南人會互相械鬥啊，因為好多人同我哋客人的糖號一樣嘛，不是打茶人呀，不是我哋客家人糖字擺中間，那我打茶啦。一方面講，我們祖先非常注重這個教育，教我們做人處事要堂堂正正。哦，不坐在中間。很重要，所以在糖擺中間。喜火同黑相嘛干嘛？我相同，相喜耶，相喜對相鄰雙木林哦。因為香啊，我們要唱一個同號哦。相鄰裡面有講那個濟南糖。濟南糖，因為上一拜你相爭呢，也有什麼中樹糖啊，有很多糖，不一定某一天是只有一隻糖。答數咕哩咕哩。真件係客家熱歌呢，闽南有90%嘅居民都係客家人。一隻展覽館就係用闽南客家人嘅故事來做主題，展示嘅食、衣、住、行、娛樂各方面嘅文化，很精彩哦。接下來揾一張場景，姨婆愛帶人去看真實嘅木路。
文魁，哎，台湾也祖先哈，有做举人啊、进士啊、秀才啊哈，都会用文魁。哦，古时候廖福康啊讲，送一半啊去内府，蛮有看到一只文魁，因为要表彰廖福康有出这个文魁，还特殊呢。廖福康嘛，董有钱嘿啊？哎，董有钱哦。董有钱。台北个小女神先生啊，方面咯嘛，真蛮有名的人。蛮有名的。数一数二哦。对啊，都有名的人。真件系有图有真相呢。而抱帶大家來嘅，就係講係美濃天一節嘅元安六節，當天人要喊佢做進士節，因為啲清朝也打備出嚟當到進士老幾年，咪係講是前老年嘅節路哦。那剛剛你行了是看到東島路不？你還有看到一張看，資德頭，迄香馬街，香吳的，姓吳的，香口天吳的，哦，你看對面是家診所哦，對面一家，欣賞誒，那麼多啊，那個老師啊，有名嘅人啊，做老師嘅，落了去行一邊啊，正經地到東島色谷鄉，色谷鄉，嘿，短短幾百公尺嘅元安街，見證咗美濃嘅發展歷史。咪係200多年前，客家族群西到亞嘅開宗地，除咗傳統專業屋，亦特別還有一間特別嘅洋房，老戲影片當有關係咯。好，你哋很特別哦，上衣上店，嘿，你噴石頭是有嘅哦，你係賣啥呀？就阿公種嘅，阿都上人邊阿伯阿叔人從下見面嘅。哦，真嘅哦。阿婆相公哦，你許仁杰，姓許。哎，你用我的掰呀，要提供那是懂這邊嘞。哎，媽媽不相稱，哎，相稱，媽沒相逢。題目真嘅哦，條湯冇。哦，我真嘅貼邊啦，真嘅貼邊。罵啥呀？就阿公種嘅，阿都上人邊阿伯阿叔人從下見面嘅。哦，真嘅哦。哦，哎，那巴洛克式建築很強哦。對啊。而且上有歷史嘅呢。有。哦，跟你下冇卡到哪？就你對面啦。對面啦。對面也兩片啊，你都有喺度哦。哦，唔過你係新嘅啊？係翻新過嘅。翻過嘅啦。翻過嘅。一條巴係賣嘛東西嘅？太賣店做嘅，本已經賣嘅啦。哦，太賣就是像現在的就是中盤大盤商。大盤商。哎，太豐人家呢，真嘅哦。太豐人家呢。不敢當。我阿婆嘅氣質是有錢人。哎，沙羅去看一下落幕，好了，看一下。老太給時間，他們年輕好像有一個那個。有經營那個熊衣，就是以前會租那個卡車給別人，因為會有很多工人，他們演過一閃風啊，需要搬運很多東西這樣子。啊，嗰時間咩做到一胎耶，後來也有開一個雜貨店，現在就是有改建了，然後祠堂就在後面，所以那個樣貌大概有保存下來。所以其實我覺得米班愛過去米龍嘅時間，看到就有一種感覺，就是哎，自己也有這麼樣，就是一個。接近自己媽媽的歷史這邊，然後可以去還存在的一個地方，我可以去看，我可以去接觸到的地方咧。哦，哎，你看得出來，頭擺真係有錢人呢，你看，哎，你細sắc嘅，係啊，還有兩位，你摸一衫誒，哎，平常洗木卡冇愛用嘅東西誒，係啊，阿婆哦，頭擺哦算望族呢，吼，嘿。看下位江夏堂，哇，就是相逢哎，相逢哎，看到冇？哦，一定會有統合錯冇？還有這個善寶居，簡體字看太多，善居士，哦，哎呀，懂啲別的，看一下善宅堂前招百福，哦，讚，居家戶內。集千霞，還有兩個龍吟虎嘯，就虎虎生風那樣，呀厲害哦，知道這樣念哦，有些人不知道。啊，真嘅哦，原來是龍吟嘯虎。
福寿带了杯饮料，每一个都是成龙成凤。可能做嘛可以那边厉害，因为稍微这样哈往里面靠啊啦，家里比较凝聚力啊。凝聚力，对，往内集气。对呀。福寿会出按有名的嘢，烧落来，你帮你看一下来，嚯！夜間相望嘅公蝦塘，就是喜迎客家鋪嘅外家祠堂，規模無大。行人們則發現當有學問，連自家認為係同學四博士嘅小組都開昂睇咧。桶貨啊吼，一般我們去看是看到有一隻桶貨，人家都6隻，有江夏塔，還有紅龍塔。紅龍塔跟香嘛該相擁誒，因為有2個堂號同時存在在一個貨那邊。本來乃人他是信仰，沒有錢娶太太，王 Q 嘛，對，名字，就最姓王。對。不是白6隻。日最是他沒有，還是信仰，是兒子第2個一定要姓王。很特別咯，我講真嘅唔知咧，那真嘅講特別咧，係2個。對，應該是兩相關。阿婆相逢，好冇？但你許仁傑，姓許，你令我的拜呀，要提供那是唔同特別咧。媽媽同埋爸爸哦，聽嚟小二還小3的時候，嗰時節就分開嘅，離婚嘅。後來就爸爸嗰邊就冇嚟看啦，就冇用嘅啊，所以應該就一次就停了。媽媽回來應該媽媽就相襯，相襯，媽沒相逢。嘛，沒相逢，因為係阿公相襯，阿公相襯，阿公已經過身咧，東周是過身咧，福壽，你細時嘅都來拜同開啦，提奉是咧，大概就過來就來拜人。福壽，提奉已經取代了你這個算是就是一個根源嘛。等於說福壽，你要想要來祭祖宗會拜一番，吃了這樣提奉拜。唔過一樣嘛，已經相襯咧。你家沒相，其實已經完全整個名字都改掉，不是叫許仁傑。現在改名叫陳仁傑。狄仁傑是厲害哦，會辦案哦。牙相襯，我做子君，陳子君，兒子的子，然後君是京都的那個君。你係牙是那名誒。不過你係陳子君，不過你睇細時是都落了去拜。我說你睇，算是追根溯源的話，你係生涯同開啦，你相襯，不過你拜是相逢咧。因為這些中間很曲折離奇啊，福壽太家己哦，今日我來拜了提奉是有家演員啊吼。觀眾朋友，喜迎客頭今年7月咧，俾到感謝阿妹辛苦嘅養育之恩，老自家嘅名誒改做陳子君，唔過呢名還係大家親熟悉嘅喜迎客咯。太子啊，後面洞天邊咧有6個銅號。中間啊有一個這個佛祖的牌，你有冇睇過？一般啊吼，俺咧祖堂就像一個佛寺一個咱咧祖先的咩？啊，入面係兩香，一般啊吼做唔係兩嘅，如果兩了就屬於陰嘅啦。一三嘅，本身俺中間吼，那個佛寺係觀世音菩薩。所以有一個這個神像隔開，這樣我們演法。我剛剛跟阿婆也解釋了，你有沒有相逢的，因為相容嘅，會恐怕有它的緣故。給唔會真嘅哦，跳湯哦，我真嘅貼邊啦，真嘅貼邊。送堂後要拜神明，按複雜嘅祠堂，小眾真嘅糖到頭拿會變態咧，日日去後天吹一下風，冷清一下，看見將將嘅景色。迎客想起韓歲時節嘅快樂時光，堂後故事啲呀，所以就結束。接下來一直冇出現嘅阿妹就係松松咧。你阿來都話算陳子君啊，給他姨婆一個卡，Q 婆一個卡，看到媽媽哇，媽媽真係中獎，係我媽媽好，那個求拜阿婆好，老也好有。
去动到相片吼。高一朵相片。因为阿婆本身很喜欢摄影。对。不错啊，每一个笋呢，全部都有一个像的胸脯位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样不是？快太笨。喊太不能看到没有？人杰乖孙，百善孝为先，一切必感恩。忍为积德之门，善为传家之宝。哇，字很漂亮。哎，阿婆的诗很强哦。对，阿婆真的吼，艺术家呢，吼，还有啊吼，哎，你看到董东阳写实的相片吼，哎，董都值得回忆的嘞，看到吗？哦，两个，没有拍广告太可惜了啦。哦，知道我长这样。阿婆的这个技术也很好，接下来厉害啦。啊，露点照哦，子君的小鸡鸡有看到吗？打马赛克。哦，这一张。幼稚园太帅了啦，许仁杰哦，应该叫改名叫陈子君。幼稚园是我巅峰期，我跟你讲。巅峰期。你看哦，这阿婆自拍哦。喜迎客当真是家婆的宝贝，对于出世喜事，家婆就用翕相机一张一张翕下来，老喜迎客用相片写做慎重日记。和当初前呢，作为一本写真集，真嘅係当珍贵嘅费咯。我们是要看妈妈看阿婆的相片，你看王祖贤的照片，不要都亮不？其实我是我妈。你养妈妈哦？哎，很强哦，唔会输王祖贤呢。哦，这个有奖。妈妈两几多岁？53岁。看不出来。妈妈，然后你看啊，哎，40是看得出你懂中医冲狗的吼。吼，然后卖骨，你看，但你家按会冲骨啊吼，是遗传嘛？我也没有妈妈呀，妈妈懂中医是冲狗的啊。啊，对。哎，有参加过。以前就是体育高的时间，高中的时间，哎，就白天工作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就体验那些西洋豆吧啦，然后去餐厅，中庭哦，还有自弹自唱，自弹自唱哦。不用怕山山落雨点点雨，山山落雨点点雨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，生梦里陪我欢笑和哭泣，一起守护许下的约定。打歌服是叫阿婆的哦，不得了，就叫 MV 啊，我 MV 的像阿婆，唱片封面嘛阿婆哦，真给。然后，晚上的时候就体验那些西洋豆吧啦，然后去餐厅，中庭哦，还有自弹自唱，自弹自唱哦，哎，啊，懂厉害呢。但你许仁杰有让你向他学嘛？嗰东西嘛？有一汉些时间，就比学钢琴嘛，然后挨我改指头语，有问我，有点什么？嘿，有弹，我就有点战战兢兢。妈妈懂。那个时间，脾气怪唔好。弹错的哦。你有买？没按了。哎呦，就是叫我去罚跪。罚跪哦。就天赋完了切开。嘿。啊，就眼去搞，给别人。一坚持，几多岁的时间？差不多。差不多就这样。差不多5、6岁吧。6岁这么严格哦。所以我那时候很讨厌。所以你后来去学跆拳道是要对。哎，妈妈，你怎么会这么严格对他呢？因为我们就是恨铁不成钢。条把东西改呀，啊又改，他很凶，我反而是他每次叫我练琴，他就有点想要逃避来了，但是居然不知道这个往后对我是这么大的帮助。对我真的应该好好继续学。就那时候影帝就检查到，我好像有假近视了。就是如果再继续练下去，就可能真的会近视。他那时候有点担心，但是我那个时候很开心。我靠，来近视就你是练琴，然后就这样子。但是我现在看到那个周杰伦，我就觉得我很后悔。汤你讲哦，妈妈有参加过五等奖。五等奖的什么项目？就是儿童歌唱比赛，很小的 CS 阶。CS 阶必收呀。哦，有得奖吗？有，就5个灯啊，对。5个灯哦。啊哦，安厉害哦。很早的时候就去
5灯，有过关，全部过关。对，就是好像小学小学的时节，嗰种2、3年级的时候。可以不也来去参加个星光大道？星光大道，一鸣惊人，开甲全国之敌啊！陈子君。嗰時節就底下一行冇好行，所以底下我衝過一件事情做得唔中意做得，唔過我腿動作一條，我穿前嘅路就冇乜同意人嘅，唔會點樣嘅啦，係啊，唔會衝嘅啦，就開始用這種方式，所以以前我跟他也是有一段時間啦，處都冇乜好玩嘅，對，也是開始慢慢就是從比賽裡面得到一些關注，然後後來還蠻幸運的，從比賽出來有本公司搶起來啊嘞，他們就開始你剛公用的咯，用的做夠好呢，就開始問你的意見，然後開始我就覺得好像在這個家幫助他們一些什麼，開始點成就感夠大。你按尾衝過來，你嘛該歌曲啊吼，你最厲害的、最特別的。就以前俺哋去西餐廳的時節啦，就是表演，你他點麼個歌，你就衝馬歌哎。真的哦。啊，記得有一首就是我們講成國語就是金青海峽東景色。對。哦，你都衝他嘛，太假了，彈空空咯，跳擺5個燈的哦，無間斷哦。唱得不好的話，大家都聽眾都唔錯嘅，係啊，根本特別客家天師隊，客家有名堂，有了暗號嘅機會，我媽媽來現場哦，睇下彈下王祖賢來創嘅日本歌曲哦，來。風の音が胸を揺するだけとばかりに津軽海峡冬嘅四季。总是会变国了，不你唱嘛？人家赏真言哦，有遗传的，因为你的声也是很温柔，人家妈妈还赏嘛是很温暖的赏，哎呀。原來戲言劇嘅音樂催情係對江江嘅阿妹傳下來嘅，家婆喊啲順頭補充講，公司每夜滾匆匆嗰位登台表演嘅sản婦都係佢親身實嘅戀呢，也咪係佢做一啲裁縫師。一些人親傻批嘅作品，你做過你阿婆做嘅sản婦？有啊，係比賽嘅時間有。真嘅啦！有一集要唱老歌啊，老歌。啊，嗰時間阿婆就做啲時裝品牌。花襯衫。哎呦，還見布哦。啊，真嘅啦！佢真嘅咯，佢啲比賽心情好強隆誒，佢做到阿婆做嘅sản婦，分數一定懂。剛好那集是滿分嘛，滿分。天上人間。天上人間哈，唱那個天上人間。哦。對啊，那個舊的歌嘛，所以剛好配上那個花襯衫啊。做得唱一小段副歌嘛，你按會衝咧，太假衝他滿分的歌曲，太假先會彈一下。係啊，樹上小鳥啼，江畔帆影，片片雲霞。停留在天空里。唱好，沙哈了啊！講一定要吼，你不用啥，一定要衝一束歌曲，衝一束客家歌曲，因為客家天師台啊，客家也有名堂。啊，你就衝嚟下嘅歌好啊，花樹下，花樹還有聽，對，花樹還有聽，好嘛？準備好嘛？好，那就重複歌咯。好 ，1、2、3、Go。不用怕山山老一點點你，山山老一點點你，不管還會有多少風雨，什麼願意陪我歡笑和哭泣，一起守護許下的約定。不用怕山山老一點點你，山山老一點點你，不要害怕真實的分離，書包鬆開的奇蹟。有一天我們會在花樹下相遇。下一半你要轉戲了哈。
一束歌曲是让妈妈最唱，他冲啊，他冲一束客家歌曲，打歌服是叫阿婆的歌，哦不得了，真的哦，整个都包了，好不好？就叫 MV 啊，MV 像阿婆的唱片封面嘛阿婆，哦，真的没办法哦，真的哦，哎，你再看一下他的胸片哦，看一下。小钟讲的真是很有道理哦，也以無三推董立拉的合作，絕對入圍金球獎啦。廿幾年都喺台北做戲嘅戲院劇，大幫廿擺愛見機會，咩難得做得表送，轉落物行啊！韓國阿妹還精心安排嘅特別節目哦。山青翠明又静静，独行飘来风一阵，呀行呀行呀静呀静，哇，很舒爽哦，落来起风啊吼！还有要六位啊，按专业欣赏，你伴奏啊吼，真的吼好棒，要马该符啊按台，总政府哦，而且府孙米龙要比东东两个，因为大家看得到啊，看你像那山水泼墨画，台姐，俺问你下哦，看了会懂得闪啊，该马该闪啊，一天啊有点吟诗散，嗰種嘅吟用係哦，一共散，係咧米龍最有名嘅散。再過一個叫做松風山，松風山這個底架山，上面可以放樂器，它這個中政府就是一個砚台的砚池，所以我們美容碩士博士非常多哈，就是一個文體的風水。那你散檔就是像砚台上面那個一個筆架，哦，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砚台的中間，是不是？真的。老師可不可以再演奏個幾曲，讓我們享受一下？喂，跳下來唱，哎！嘿嘿，啊天空啊，落水喲，阿妹喲。廿兩個觀眾欣賞係戲院劇嘅阿妹，音樂交流嘅好朋友，第六代羽毛嘅總政府順。大家唱下衝頂客家歌誒，真是當歡喜。第一次變細嘅時節，戲院劇來的小眾，共係愛去看美濃特別的姜州船。哇，太姐啊，對，我看到了是相當愛細時點啊，有夠高。我發啲書誒，哦，我將會發漢南嘅油桐花。排隊，這個人家會送繁忙的歌隊，什麼老闆哈？你哋查真嘅。喂，基本上有個牆面啊，會辟邪，好，可以辟邪。啊，都用毛油夠高，唔過冇按重，其他水球很重哦，因為佢不會按高了，那懂好高，那比起水上樂園還要好高誒。對啊，佢刺激哦。我行水都做人玩機嘅水吼，但係佢哋俾條人哋下過來，啊啲水個槍，嗰就洗下盤嘅。點美濃吼，每年嘅暑假都會辦穿水橋活動，嗰度睇完曬話，第日洗完嘅來標，啊用扁龍鴨標，扁龍鴨就摘下來都變粗。重咧，丟下來。香洲要船啊，東等級香蕉船啊，細時該考啲入嚟啊，還有哦，都會看到有人嘅洗衫褲。那水橋有乜嘅歷史？以前咧就by民國15年開始蓋的，喺日本人啲下起啊橋嘅，都叫有87年了哦，87年了哈，個橋墩還好好，從來冇摧毀過哦。86年的歷史誒，我看一下，日本辭退是有誒，你看，哎呦，一樣哪有誒？
小祖，你唔好破壞啦！一隻水球係美濃人嘅共同回憶呢。美濃水球探過美濃海，有綠球、流透水陰田嘅功能，唔單止係美濃嘅重要文化資產，也下咪變做高雄嘅視聽古蹟咯。太子，很特別咯，我看到嗰山了有一隻塘河，魯國塘，魯國塘，魯國塘啲啊，香嘛該啲香路吧，香鎮，曾國城的曾，香鎮，超冇，看到那邊動到地方吼，都加塘河都得山了誒，另外哦，嗰啲美濃嘅客源吼，一般主動係買平貨幣吼。平我都一條，普通嘅有料嗰個都當的。哦，改建之後都當的。所以從唔好變電導用啊，吼，個煮出來煮先啦。我們那最重要的是前面要面水，還有不用背山。哦，有啲水啊，嗰邊有山。東香港咧，向南，因為南邊啊有河壩有水，它會不會山？北邊依靠。有一個依靠，水是喺淺，淺是來路那邊，還有不有靠山。等等時代嘅改變，老磚嘅屋變作為3層樓高嘅樓嘅屋，唔過冇變嘅係高高吊啲門檔嘅橫邊。小街頭限制世界嘅遊樂場，接下來顯劇去搶大家食東西咯。小東哥，呢邊係來哦，佢今次啊，一天出去帶來食日嘅，天出去來食日嘅傳統嘅東西。傳統嘅東西，按咗麵包板。米濃嘅麵包板，搭把做來都會出來食。聽說會食咧。帥哥你好，老闆好久不見，好久不見。跳江用係啊，用，啊跳江用。啊，來看到兩家店啊，吼，同特別啦。啊，看到旁邊啊有一個粉陽堂，那香嘛該？香鍋。哦，姓郭的。是鍋。哦，看到董有律師誒，做得過去看一下嘛。做得。過來看一下。整件愛本小組1萬隻讚。看到塘河，美食就先變啲順頭。粉陽塘係香港嘅人當到塘河嘅其中之一，講係對唐朝名將郭子儀來嘅，因為封咗粉陽拳王，故所流傳下來。看到了哦，真件冬菇肉吼，哎呦，看那種胸片的吼，那個堂兄，堂兄哦，脫開後背啊，對，太好。現在是奇美高中啊，高中，老師退休了，新商，真件，差不多出很多文魁啊、狀元啊，全部都會讀書。美濃會讀博士哦，博士懂的哦。像那樣身邊啊，哈，就2個，安尼做法官。哇！冇簡單，無怪你吼，港鐵人老人家就會講啊，本身嘅出頭，3萬做，一間冇好事唔怕，一定本身嘅出頭，所以我咪能夠讀博士。我有冇留下地方啊？吼，唔單止我看到你啊特別嘅地方，還識到你特別嘅料理啊。哦，你細時也是講過嘅啊？有我細吃到過嘅。吃多了哈呀，打包2兩料，半條，然後一半條，16塊。麵包板是聽說會吃的啦，那個麵包板給種米稀的，就是你吃你一定知道要加醋，還有辣椒，有一種美濃的辣椒，啊一個米稀就是唔會過辣，啊是吧甜，所以那感覺就是你吃中的啊，也係麵包板啊，就那個辣椒是每次一定要加的東西。哦，皮啊，等一下，羅伊壽司，羅伊壽司還有米稀又不小。這樣嘅咯，加一些。哦，美濃辣椒。哦，說剛剛。聽咗未？還有美濃的辣椒。加呀，來口頭去。你重口味啊。我把以為麵條是比外翻關哦。那味道更好。有熊的米，因為壽司下衣吼，從頭米稀啊。好香，好滑潤，一般嘅有名，然後還有加料嘅菜全部你都中意嘅，冇錯。料介紹一下。一個飯頭條褲哦，係最好食嘅。說過一個把神的嘛？有。哦。Give me five。好好食哦。牙齒咬下去好舒服哦。你雖然米稀下就有米漿的，有米漿，還有反特口感米甜米，好像是固体的米漿。超。夠真哦。很好。好，推薦的很好。哦，料好吃哦。哦料，
叶莲，叶莲，然后上来水风的。这是直接就吃原味黑了。对对，吃看看，脆脆的，水分很充足，最主要是丢丢，就是刚咪说把水的那个甜味跟那个水分，这个吃的会港甜，港甜。你是牙膏菜会我吃牙莲，可是哈种的你会辛苦。真的哦。牙跟哈牙莲有上来水吼，番甜吼，嘿，过程一定要提杯的，下伊清水清的吼，水风啊，不能你菜多。牙莲又按做水莲，是亚几年当属分享嘅客家料理，是土家、味热、味浓罕听嘅食材哦。并且讲，也下拄好是牙莲嘅神龟，而小众夹夹塞喺面前嘅美食，带佢去看下牙莲嘅真实情形。小钟哥，看，那全部都係人調下式嘅牙蓮，還有看到了哦，有看到了貨鳳嘅吼，龍喜筒，香嘛該，香龍，沒香龍，香梨，哦香梨哦，姓李的，哦，錯唔錯？俺剛講主持叫嘅是喺地咧，夾吞牙蓮，來看一下。你松波压给它压的哈，我们要吃它的那个根，对不对？哎，全部哦，各重哦。哦，你看，全糖色嘅饲料，哎，但就去退呗。你一定要水有幾層嘛？我知哦，但看到，你想法一看看。我看你按葱哦。对啊。哦！你看啊，你咋个细阿哥做嚟讲，几个人都浸啲水肚诶，真是当辛苦啊！雅莲是上地总政府嘅水神出物，当天人做出关那记重重嘅一光来食，因为污染湿气太高，过后人工种成功诶，将天天诶打出名声，变做新一代嘅美浓代表。对大家当熟悉嘅美浓印象，当然就系雅莲。小钟哥，对一嚟哦，調下唔好看到眼姨婆，買個自宅嘅咩？錯，來到美濃，天窗我嚟看有個自宅，認為做嘅又係最有名。哦，你係最有名。看啦，雙桂地。睇過有，客家電視台，黃日，亞中古。子君，你了看到了吼，双桂地，要送马盖是诗啊，双桂就是双木林，哦，地是门地，双桂地就是临港，两个就是两个木嘛，对，双桂地就是邻家的邻家，就你的含义就是，看到突然你把就很香哦，要肉粉，要马盖头。济南堂，对，济南堂是香菱那种嘛？香菱有2个堂，一个济南堂，一个西河堂。哦，西河堂吗？你看那济南堂很有气势，是讲哇吼，泰国这个是有钱，拍头，哦，里面都看，对。哎呦，你看到文魁，哦，真嘅，你容量去动到拓诗吼，动到去拓书嘅人吼。哦，那乾隆嘅時節咧，吼，很 Q 嘅哦。對啊，也是天降。哦，天井，所以頭前有一個半圓池，還有一個半圓的那種花台，花台有2個典故，一個典故是靠山，另外一個典故寓意靈氣的地方。哦，有靠山，有那個靈氣的地方，所以一般它會來make樣。哦，佢就佢下係姨婆講嘅啊，外圓內方。正經係當蘇教嘅人，真碌碌好懂腳哦，也係簽標準嘅客家建築。咪因為呢，鄰屋嘅濟南堂將相當嘅東人客來翕相參觀，還有千多外國人客嚟聽到名聲招來，因為鄰屋嘅油脂渣誒，咪係無人唔知嘅。除咗買一機再去做紀念，還做得親身看到頭擺嘅製作過程哦。哇！你好，太記，客家電視台，太記是很做啦，油脂渣全部啊，油脂渣全部純手工誒，客家
特有的东西，是客家人才有的。我看了，原来做一九啊，做哦，这个早的过旧的时代，这行应该爸爸妈妈做的，所以这我牺牲年这个。牺牲年个制作的东西，做个表演酒，对啊，做人手工的东西，真挺好，好东西。电奶哦，你看哎呦，慢慢来做。油纸仔差唔多係味濃嘅推名詞，現正談講頭擺做仔嘅技術，清早就係引進味濃體系。講緊清後嘅時節，當天有20人間紙仔工廠，唔過現正好時好工，天天嚟本機器仔推理嘅，日下嘅味濃紙仔轉型做觀光產業，做第自家來做看啊，設計自家想愛嘅圖樣。泰國嘅朋友呀，有冇你就這樣真給穿到？我看到這個陣仗擺出來，等一下一定懂好領，等一下領看看。泰國殺好了，你個發的，你喜歡發嘛個？我喜歡發一個書誒。書誒？我喜歡發漢南嘅油桐花。油桐花冇見人講哦，油桐花會懂唔見人發嘛？泰國秀會生，泰國秀量難度這麼簡單的，幫我先來畫一下，來先來發一下。哇！油桐花，花樹油桐花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接下來呢，難度最高的哦。講哦。小總，你嘅油桐花因為變做雞卵花誒，東岸嘅卵黃係爛睇咧，拜託你真見到誒，唔好個搞嘅啦！你看人去影片，畫到幾認真啊！油桐花會比較客家嘅花，錯嘛？花多一點。排泄。冇嘢，做嚟。擺些。叫佢進來，叫進來，做嚟對。小總，你調試創嘅嗬，先中場歇困一下，你咪俾太子泡嘅清高級嘅東方美人茶，上好嘅再來做啦。錯，你唔好同住，你順條看就好誒。哦，哇！你發按鈕啊！終於發的，很強哦！泰哥，我們的功力怎麼樣？做得很做得，很做得好哈！用得哈！有沒有職業水準？有。做得好，做得人家會上班嘛？做得。什麼老闆哈？人家查證你。喂！用查案的哦。那用傻發的啦，條個真嘅哦，這個小學程度啦，有講嗎？有，真嘅哦。你功法還是差哦。你睇下，你阿媽開始，明白？基本上一個牆面哈，會辟邪，可以辟邪，就辟邪。像桂花，當然辟邪，它放在床頭桂花可以避孕哦。好啦。嘅夜機紙仔，就小總自家帶轉去用咯。原本嘅味濃客家同好之理，就啲夜結束嘅。後生嘅戲影劇，透過夜擺轉家鄉，地帶嚟自家松同好嘅歷史老典故，每本觀眾體會到嘅味濃嘅古樸之美。更加重要嘅係，本人看到戲影劇不卡人濃濃嘅情感老年氣力。我想有家的支持，戲影劇聽錯位的演藝劇，很加有成就。在花樹下相遇。